2013年2月15號，俄羅斯嘅車里亞賓斯克市突然有直徑18米、約重9100噸嘅隕石墜落。隕石到達地球空中解體，我哋先發現佢嘅出現。科學界認為佢係一種自然解體嘅情況。神秘學者係認為外星人救咗地球。今次呢件事件如果直接撞落地面，究竟會造成幾嚴重嘅破壞？我哋要付出幾大嘅代價呢？喺現行地球嘅科技，有冇機制可以早啲預防呢一種嘅事件發生？2017年1I Oumuamua 其實佢都係穿越咗太陽系離開嘅時候，我哋先觀察到佢。最接近地球嘅時候係0.2個 AU， 近到喺耳邊擦過一樣。據觀察，佢係長條形嘅，大概係200米乘30米左右。去到2019年2I Borisov， 我哋係8月發現佢嘅，但係喺12月嘅時候就最接近地球。唔好講話未觀察到，已經穿過咗近地點。好似今次 3I Alice 咁樣，有3個月左右嘅時間俾我哋去到準備。假設佢只不過係一個普通嘅天體，如果佢要撞落地球嘅時候，我哋究竟有冇足夠嘅科技去到防禦呢？今日我哋一齊嚟探討一下。大家好啊，我係黃天啊。今日係2025年11月2號，我哋再用 NASA 嘅 3I Alice 模擬軌道去觀察一下佢嘅位置。佢而家咧係俾金星擋住咗我哋嘅視線㗎。咁即係話其實佢已經離開咗太陽嘅背面啦。不過呢個都唔係重點，最主要咧係太陽嘅入面咧實在太光，令到我哋冇辦法觀察到佢。嗱，暫時而家佢嘅軌道咧都仲係估計嘅啫，因為喺呢幾日咧由29號至到而家咧都係觀察唔到佢噶，咁所以等幾日之後咧佢出翻嚟咧，我哋先知道佢實際嘅情況係點樣噶。而家呢一個係模擬圖嚟噶。嗱，今日嘅內容咧就包括1I、2I 同埋俄羅斯嘅隕石事件噶。最後啊會講翻你哋上一集嘅留言添啊，非常之熱烈啊！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互動啊，多謝晒你哋。首先，我哋用呢個模擬器將 3I Alice 倒推翻轉頭先，我哋去睇翻呢幾日嘅情況究竟發生咗咩事。而家大家睇到咧畫面下面 3I Alice 嗰度咧，其實係倒轉行緊㗎，翻緊轉頭㗎。咁你見到咧，其實曾經咧係喺太陽嘅背脊經過咗㗎。咁啊，好快睇咗呢7日以嚟嘅情況啦。我哋睇翻2019年嘅2I Borisov， 佢進入嘅角度係我哋嘅太陽系嘅左上角，大概45度咁樣切入。佢只係經過火星軌道嘅外圍，由上而下咁樣飛過咗。佢嘅速度、大小同埋特徵都似乎係符合我哋一直觀察開嘅水星㗎。咁我哋點樣知佢唔係我哋太陽系裡面嘅水星呢？其中一個證據係佢擁有每秒32公里嘅速度，因為要逃離太陽嘅引力係需要每秒16.7公里嘅。咁即係意味着佢係冇受到太陽嘅引力束縛。由19年8月發現佢，去到12月最近地球，直至觀察至2020年4月，2I Borisov 懷疑核心碎裂之後，我哋就冇咗佢嘅蹤影啦。跟住落嚟就係2017年嘅1I Oumuamua， 呢一個係第一個被譽為外星太空船嘅星際來客。最諷刺嘅係，我哋發現佢嘅時候，佢已經穿過咗太陽系，呈 V 字形咁樣走緊啦，而且最接近地球嘅時間係0.2個 AU。喺宇宙尺度嚟講，佢基本上係喺你耳邊已經睇到你有冇意識之後已經走咗啦。咁點解我哋會認為佢唔係一般嘅彗星？因為佢冇彗尾。其次，佢反光嘅時間係會有光同埋暗，大概周期係每8小時一次。經過科學家嘅估算，佢嘅平均速度應該係26.33公里每秒。但係通過近日點嘅時候咧，佢係可以高達87.8公里每秒㗎。以下嘅圖片就顯示1I Oumuamua 佢點樣進入太陽系同埋點樣離開。點解佢會呈 V 字形咁樣彈走，而唔係好似2I Borisov 咁樣佢由上而下咁樣離開呢？佢去到近日點即係0.2個 AU， 相當之近太陽。而呢個距離佢冇俾太陽嘅引力撕裂，反而係借助咗太陽嘅引力拋出去另外一個角度，從而離開太陽系。換句話講，Oumuamua其實經過咗地球2次。俾個問題大家，究竟我哋有冇辦法預防星際來客呢？當我哋觀察到佢嘅時候，佢已經離開緊啦。
而且我哋發現到佢嘅光度係有8個鐘頭嘅周期性，漸光同漸暗㗎。科學家解釋啊，呢一個可能佢係呈長條形嘅情況就會有咁樣，因為當佢係旋轉嘅時候咧，會有一啲角度我哋係會睇得比較少嘅面積，有啲角度我哋比較睇得大嘅面積，所以佢不斷旋轉嘅時候咧，就會有呢個光暗嘅情況出現啦。如果佢真係一個天然嘅彗星嘅話，佢係長條形咁樣旋轉係冇問題㗎。我哋大膽假設，如果佢唔係科學家所講咁樣嘅長條形，而佢係一件物件，只係在規律地漸光漸暗，每8個鐘頭一個週期，咁聰明嘅你哋會諗到係乜嘢？以上嘅疑點都好似仲未有全面嘅解釋。最後天文學家認為佢冇彗尾，同埋光譜分析佢嘅化學成分唔似一般嘅彗星，加上由反光面去估計佢嘅比例應該係1:6至到1:10嘅長條形，所以到最後天文學家嘅定論呢一個唔係彗星而係小行星。唔知你又相唔相信呢一個答案呢？哈佛大學教授理論物理學家 Alfred， 佢係俾咗另外一個假說，呢一個可能都係外星嘅科技。其實教授佢係一個好嚴謹嘅科學家，點解佢可以坐到而家呢一個位？其實佢係對暗物質同埋黑洞係好有權威性嘅影響力嘅。佢係宇宙天文學嘅教授，其實佢好致力研究喺宇宙嘅初期熱度同埋密度點樣去慢慢形成今日嘅結構。30年前佢參與咗一個 NASA 嘅太陽系探索計劃，喺伽利略計劃裏面佢係探索木星嘅衛星嘅，而佢係呢一個計劃嘅主管。喺1I Oumuamua 同埋3I Alice 裏面，其實佢從來都冇講過呢個一定係外星飛船，只係佢用一個科學嘅論證去到懷疑點解佢會有咁多我哋唔認知嘅情況出現。佢係提出好多唔同嘅可能性，而呢一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假設。到最後結果係點，都係從觀察去到俾一啲數據大家去分析，而個答案係開放嘅。有關3I Alice 嘅情況，我哋會再過幾日先至有數據去分析。之後我哋翻去2013年嘅俄羅斯隕石墜落事件，呢件事件幸好冇做到人命嘅損失，只係大概有1491人受傷，同埋建築物嘅損毀。根據當時嘅報告，呢一個隕石係以每秒15公里咁樣進入大氣層嘅，估計大小直徑係約18米。重量約9100噸。NASA 估計佢釋放嘅能量係大概50萬噸 TNT， 而現代嘅戰略核武咧，一般相當於數萬至到數百萬噸嘅 TNT， 即係話佢已經達到戰略核武嘅級數。呢一次隕石嘅空中解體造成咗3次唔同嘅衝擊波。第一次最大嘅爆炸，高度約離地面70至到30公里，釋放能量50萬噸 TNT。之後瞬間喺空中瓦解，據悉解體之後有3個碎塊造成咗撞擊點，有2個墜落咗喺空中解體點嘅附近切巴爾庫爾湖嘅地區，另外一個咧就落咗喺80公里遠嘅地方，造成咗直徑6米咁大嘅撞擊坑。但係呢一個6米嘅撞擊坑其實係由一個10 cm 左右嘅碎塊造成嘅。可想而知，如果今次呢一件事件佢唔係空中解體嘅話，直接撞擊地下嘅話，咁樣我諗成個城市會毀滅咗嘅。跟住落嚟睇到嘅就係呢個撞擊嘅隕石嘅碎塊，速度加質量，唔需要好大嘅體積，已經可以造成嚴重嘅破壞。跟住落嚟係一個模擬圖，當時佢係有咁大嘅面積，咁可以想像佢直接撞落嘅一個城市究竟會點樣啦。其實隕石高速進入地球，經過大氣嘅摩擦喺空中解體，亦都唔係一件奇怪嘅事。問題係我哋有冇辦法估計到佢當時嘅質量同埋密度呢？其實如果佢係一件好密度好高嘅嘢嘅話，佢係未必會喺空中解體嘅。而咁啱呢一次，我哋用呢一個科學解釋，究竟佢係咪真係一個好鬆散嘅結構，而令到佢可以喺空中解體呢？如果佢唔係一件咁樣嘅物件，而佢係一件質量好高嘅物件，咁又係乜嘢機制而令到佢喺空中解體呢？神秘學愛好者認為外星人化解咗今次嘅危機。我哋嚟睇下呢一條片。佢哋相信有一件物件突然間從尾部出現，炸毀咗整粒嘅隕石㗎。
如果呢個情況係真嘅話咧，就絕對唔會係地球嘅物件可以做到呢一個速度去到追尾攻擊呢一個隕石㗎。究竟真實嘅情況係點？我哋永遠都唔會有最終嘅結論。你哋又可以再重複去睇下呢一條片，究竟你又信唔信呢？最後我哋嚟探討一下，其實我哋地球嘅科技有冇一個機制係真係可以揾到晒所有嘅有機會撞擊地球嘅隕石、彗星或者係小行星呢？由今集嘅節目嚟睇，我哋有2次嘅情況，我哋係觀察唔到佢已經進入咗地球或者喺地球附近擦過。另外有2次嘅情況係我哋觀察到佢，但我哋只有2至3個月嘅時間準備。假設我哋真係有3個月時間去準備，我哋有冇辦法改變天外來客嘅軌道？我哋有冇防禦嘅機制去到防禦呢一啲嘅隕石墜落地球？我諗我哋都唔需要講到外星人侵襲地球啦。我諗連基本我哋要防禦一啲隕石、一啲天體進入地球嘅大氣層，我諗我哋都未有呢一個辦法，未有呢一個科技。我諗借住呢個機會，我哋應該要反思一下，我哋喺地球係咩角色？我哋要繼續追逐科技，開發更多，破壞更多，定還是我哋要珍惜我哋眼前所擁有嘅藍色星球？最終可能2者都冇抵觸，但係我哋點樣先至可以得到真正嘅平衡呢？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輕輕鬆鬆咁樣講翻上一集嘅留言啦，因為有啲留言咧都真係比較有趣噶。嗱，大家講嘅嘢咧，我都有睇晒噶。咁啊，呢個咧唔係一個咩答辯嘅大會，只不過咧係同大家分享翻，喂，大家有啲好有趣嘅諗法，或者我覺得幾得意、值得講嘅嘢噶。喂，第一個就咁講嘅，直接飛過嚟，冇空間扭曲嘅技術，係外星人啊，都好打有限啊。喂，係啱噶，我都同意嘅。但係咧就咁嘅，佢飛到過嚟咧，我哋都死緊噶啦。即係個問題，佢可以喺其他嘅太陽系進入我哋嘅太陽系，我哋係遠遠都冇呢一個技術啊，所以其實係冇得玩噶。即係可以咁講，睇完今集之後，發現到我哋其實係仲係好原始啊。喂，跟住第二個咧就咁嘅，嚟就一早嚟地球啦，咁啊就唔使兜過太陽系之後先至再翻嚟地球啦。咁樣個答案係咁嘅。如果係真係彗星嘅話，咁咪冇問題咯。咁佢咪唔會嚟地球咯，係咪？咁咪照原定嘅軌道直出直入搞掂。咁但係如果佢真係外星人嘅話呢，咁佢都可以係比較低階嘅外星人噶嘛。即係如果我哋要離開太陽系，假以時我哋做到啦，我哋要進入其他太陽系嘅時候，我諗我哋都需要一個用借助其他星球引力去到減速或者加速變軌嘅科技咯。我諗我哋未可以一下跳到去話嗰啲咩摺疊啊嗰啲咁嘅情況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呢個世界真係有外星人嘅話啦，即係呢個宇宙有好多種唔同文明嘅話，其實都會有高低之分嘅。好，第3個留言咧就係呢一個 Samai Alice 咧就係一個被擊毀咗嘅外星太空船嘅殘骸嚟嘅。喂，呢個係有趣嘅，我一睇到嘅時候覺得喂正喎呢個 idea。咁但係咧我發現樓下咧有2個留言係更加搞嘢嘅，佢話哦咁都冇咁驚咁樣，跟住然之後另外一位覆佢咧就話諗起背後嘅故事仲驚啊，咁我又覺得真係嘅。跟住落嚟又另一個啦，反正我冇錢，快啲毀滅全人類更好，咪即係咁冇錢咧就好小事嘅啫。慢慢揾下啦，或者增值下自己啦，咁呢啲係比較正面啲嘅諗法嚟嘅。咁但係咧冇錢咧呢個應該係個人嘅問題嚟嘅，咁你唔好搞到冚球鏟得㗎。咁啊，所以大家都努力加油啦。之後又另一個咯，咁啊大家都知道人類科技係冇得打㗎啦，咁啊到時先算啦。希望外星人咧就只係路過。個笑點係網友回覆啊，人類自己玩核武都玩完啦。佢真心要打，我哋一早就冚家產啊！其實咧，啲留言都幾諷刺嘅，即係我覺得人類咧係真係幾搞嘢嘅，我都唔識形容啊！俾翻張搞笑啲嘅老虎貓貓圖，大家睇下先。跟住落嚟嗰個網友咧就咁講嘅，咁咧就話50年前 WOW 色號個信號嗰個位咧就係呢嚿嘢發出嚟噶啦，咁咧就唔知飛咗幾多年咧，呢嚿殘骸咧就不斷咧都係發出緊呢一個嘅求救信號咁樣嘅。喂，有啲異形喎，喂嗱，但係可惜咧，我哋係未去到異形嘅科技啊，我哋係就算佢係求救都好啦，我哋係救唔到佢嘅，亦都派唔到飛船過去探索噶，即係有啲滴汗同埋起筋啊，渣到冇人有啊！
跟住落嚟呢位網友犀利啦，佢直頭突破盲腸啊，唔講唔得啊！佢係咁講嘅，最奇嘅就係咁大件事都仲要返工做狗啊！香港仔認命啦，繼呢個10號波要返工之外，隕石墜落啊，未到死嗰一刻啊，你都要記住返工啊，準時返工啊，老細。咁啊，另外一個咧就網友提出咧，就話遲啲可唔可以講下黑騎士嘅？咁黑騎士係冇問題嘅，可以講嘅。咁啊，首先多謝你提出啦，同埋亦都多謝大家嘅支持啦。咁不正常研究所其實都應該2年左右啦。咁你見之前就出片到密嘅，因為之後有一段時間咧好忙啊。咁到而家其實我都忙，咁所以啲舊聞咧又費事抄翻嚟講啦。咁我哋就所以今次有啲新啲嘅嘢咧，就今次就所以講啦。咁我諗嚟緊都會個作風係不定時講噶啦。咁即係多謝大家繼續去睇同埋支持啦。咁黑騎士我都會諗一諗嘅。好，跟住落嚟呢個網友咧，我諗我要扮聲啊！地球聯邦軍所有部隊進入作戰狀態，白色基地進入1級作戰狀態 ，G Fighter 雷射大炮、太空坦克補充彈藥，準備支援作戰。高達補充彈藥先行出擊，所有炮台開啟。喂，唔好意思啊，我高達上身啊！我諗大家睇呢個台見到即係呢啲嘢，應該都好有共鳴，我相信。咁我扮唔到布拉道把聲啦。咁但係呢位網友講漏咗啊，喂！米洛夫斯基粒子散佈作戰濃度啊！喂，呢個先至係高達嘅核心，你明唔明啊？如果冇米洛夫斯基粒子咧，高達係唔會出現㗎。大家係打緊飛機戰㗎。其實高達係一個真係幾前瞻嘅一個故事嚟㗎。其實佢可以做到亞族共賞咯，我覺得幾好啊！即係我細個睇嘅時候係完全覺得一個好過癮啦，集集有嘢打咁樣，咁同埋啲角色都幾吸引啦咁樣。咁但係去到你即係大個咗再睇咧，你會有第二種味道咯。除咗人物故事結構嗰啲之外咧，其實當你嘅科學水平高咗之後咧，你知識多咗咧，你睇呢套戲嘅時候咧，你會發現你會想追埋佢嘅小説啊！你究竟想知道佢寫咗啲乜嘢？有啲嘢冇解釋到喺動畫裏面。咁其實係幾前瞻嘅一個故事嚟嘅，即係佢幾多科學嘢喺裏面。好，最後一位得獎者就係咁講嘅。最高嘅速度咪244800公里每小時，係全中㗎。你只要將嗰個每秒咧乘60再乘60咧，就係變翻我哋平時嘅時速㗎啦。咁可以想像到佢嘅速度係我哋冇辦法想像嘅，係24萬公里每小時。咁非常之開心啊！咁耐冇做節目，大家都好踴躍去留言同埋去到睇。咁我就非常之高興，多謝大家嘅支持。好啦，到最後啦，真係到最後啦。咁咧就我哋見到一個留言咧係非常之踴躍，好多人回應㗎。咁大家明就明，唔明就黎明啦嚇。我會有一個咁嘅諗法嘅。如果既然你嘅彈數係去到咁高嘅話，應該唔會咁小氣啩。好，今集就去到呢度。節目裡面有啲咩內容不足有誤嘅，就請你哋提出啦。多謝晒大家支持，多謝收看，拜拜。